喺記得喺馬來語擺，全部啲音樂，到路行看到一個錄音家，一個呢嚟嘅點天下一個孤人，孤人咁媽講，哎呦，今年馬太錄音家按吹過，是專業不卡，所以不卡嘟有吹爆，其實喺我那兩隻吹爆也不意識。哦，雖然佢冇同埋書，哦，佢冇停在教伊嘛個書本上的大道理，哦，咁個佢人生的大道理，哦，是教人懂到。台東茶會經濟艙地位，成功總係帶電書嘅嚴văn典，點親呢圖俾人結婚看書。20年來，佢咪辦正業就會出國一擺。嚴văn典圖桃園楊梅出世，從細就當好看民族偉人嘅傳記。受到安多立太子做太師嘅名言勉勵，太后畢業過後，佢就立志用科技技術達成富國嘅夢想。從細細嘅練習戲開始做，1985年，佢嘅後生人籌股500萬，到台灣成立片子公司。到日下，大陸東莞、昆山、重慶，還有新加坡、美國都有設立辦公室。到日本有設研究室，前面到台灣設立精工中心，同最針對嘅技術引流台灣。也一步一步嘅成功，都同佢韓式世界嘅志向，還有成長背景有千層嘅關係。楊梅是到台灣桃園縣嘅南部，客家先人移民來到呀，看到山立方上到龜山嘅嘅野生楊梅樹，就同呀喊做楊梅辣。對當到返鄉嘅遊子來講，家鄉嘅土地當像按眼按上鎖。不過韓式世界嘅回憶，沙從錯本嘅腔樣按清楚。你話台灣呢幾冇邊啊？對啊，所以冇邊。係台灣台灣咩愛容易嘛哈，所以很窮樣啊，冇邊啊哈。我記得樓上是施榮叔的房間。唔係啲改片。台灣嗰度不卡走進愛容易啦，你睇看到有淡淡思古之情啊。哎，你睇有燕子喎。嚟不啊？你要做邊眼食的哈？就像南貴嘅煙呢，嚴văn典事業有成後，當年過年過節就會轉到家鄉，轉來楊梅回山寺，困嚟頭擺過年過節嘅時節，阿妹同阿婆帶佢去祭祀拜神嘅地方。我小學4年級就搬離開這裡了哈，是坦白講是當小轉來啦，所以狗煙狗街走在小鄉之外哈。你找我弟講，其實你台灣你講落葉歸根，怎麼落葉歸根哈？那是回去就是很自然的感覺啊。差不多2、3年前嘛，同愛聲音來嘛，回憶應該去家兒時的時間，愛馬同愛來的時間感覺嘅。到楊梅大家族成長嘅嚴văn典，阿爸係接骨師。阿妹係到工廠上班嘅加工員，雖然冇好也嘅童年生活，不過也會嘅身高年高，帶本佢動態影響。嚴văn典未會見上，自家做得帶本朋人用嚟嘅服務貢獻。從誰最提嘅偶像可能是孫中山先生啊，孫中山提嘅嘅漢音嘛，廣東音嘛，然後。佢為到呢隻國家嗬，呢隻民族，可能本應按欺負嗬，不列強按分割嗬，佢即個按做個線上讀書人，佢做得為到國家嗬，放棄一切，居然行業來革命，那時候呢種理想嗬，曾經東南上的都講，因為有安泰達明人嗬。
严万等从头讲，爱立太子，唔好做太官，做得为国家社会做出贡献，真系最重要嘅。像孙运贤、李国鼎都系影响当前嘅典范。托解判工作坊，决定一张准黄色嘅报纸，喺李国鼎先生过身嘅时节留下来嘅。你看，他说35年来啊，去讲这什么导向的方针政策，电影台湾基础的起飞哈，像这一线啊，都应该图利他人啊，你一定要想办法图利老百姓。我觉得这你很重要的一个为官之道啊，那使得用到你睇随时看到你嘅因，就本嘅人生有希望啊，來去多多學習。严万等帶定為家國貢獻嘅熱情，無停嘅學習求進步。大學畢業嘅兩大願望，就係進入外商公司做事，同國外嘅先進技術帶進來，為台灣貢獻世界力量。還有希望做得存老百錢，但也愛出國去了，本大表嘅熱生人嘅也愛享福。我定喺外商公司嘅時候，我當記得講，我去上市，我今日冇結婚，冇什麼朋友，繼父啊，我做講個繼父我因為就4點鐘，除了水濛嘅時間走心地工作上當背，我想講，我特別應講，因到禮拜日安部有上班恐懼症問題，因110就上班，我講我特別拜5我有放假恐懼症，因為天天放假唔知做咩，是全部卡冇，其他冇買事情就做水濛啊冇，所以我說，因做的該是應該對愛這個做的是應該這個認真，然後實踐到咧，每因緣巧合，然後同時出來創業，想講，更加是想講，日本公司就應該做得到，應用做唔到，我想有段時間台灣當流行嘛日本做得應該應做唔得，所以我想真緊我想應該應做唔得，只想一股氣啊，想為你這產業貢獻一點心力。廣東省東莞市係珠江三角洲嘅重要工業城市，還係國際加工業嘅重要成員，同時也偏未係台上密度最高嘅城市之一。嚴萬等嘅東莞廠房，對本等細件嘅生產廠房，都一下所有設備全部都有。當到員工可能唔理，嚴萬等公司會到大陸東莞來設廠，係因為一個特殊嘅緣分，還有對朋友嘅一份心意。98年的時間，我哋有個股東，股東咧投資我哋公司嘛，投資我哋公司。進來是基本冇拿錢出來，基本這個事業又做得冇好，都沒1年以後，佢講佢愛買本來，我就講他這個朋友咩唔知用得到用唔到，最少係朋友，那個就天數地位嘛，都唔得佢工廠接下來，佢按過來，所以98年嗰隻工廠細啲冇動態，佢哋冇買設備嘛，就我哋這個買的這個。票一堆梯叫起高，變成他台的位，2002年嘛，呢條路讓人家就當到感觸啊。那講當初喺度90幾年代時，兩邊走進係蠻荒之地啊，冇人，那個當到建設，景點嘅係，搭張嘢來，搭張嘢是冇同嘅台了，近來，很可能經濟，他這個齊心努力為經濟努力之下你看，你啊經濟咩都安好，你看廣東，你啊嘅整個 GDP 唔會，但台灣唔會缺啊，當接近嘅。反觀可能台灣，因為到對佢都冇一定當現實嘅東西，反而電腦那裡都當係現實嘅東西都可以表現。我知道台灣你幾十年啦這個今非昔比啊，兩片比看真緊人個真台灣同胞真緊來發各行都係競爭，但係這個
他拿大饼来为俺这个的土地哈贡献这个东西哈，好，那用他这个哈能够为你这土地用白做哈那多的事情呢，唔系大老古看到嘢咧，按用音听，嘿，冇按这个哈，真因为日日辛苦啊，所以他大白行路一条路有动都会感慨啊。我们现在就分成几个全自动的、半自动的，然后这手工没办法了。大陸東莞廠從2002年重建過後，本蛋曾係做 OEM 上苗嘅鹽灣蛋，開始有為自家嘅廠房同產品，行卡做得確實掌控生產線同生產品質，天蛋大幅增加，悄悄嘅天天事業基礎。他怎么样去把日本航空这么一家公司给整？好看所謂鹽灣蛋未當好功課，唔過托盤公司沙從頭前到解成樣。佢唔會坐到辦公室，佢會入去行啊，做些嘅去看看啊，佢會看嘅工人用乜嘢做，哦，做好也做唔好。江蘇省昆山市連接上海同蘇州。有人講昆山奇蹟就係台上嘅初正奇蹟，咩有人講昆山就係西台北。2003年，鹽灣蛋帶領團隊一個長江，到昆山設立最大廠長江廠，廠期佔地面積大約11000人平方公尺。係無起鋪嘅生產基地。2007年又擴建長陽廠，2009年嘅時節，股票正式上市。鴉片製造嘅連接器本國泰知名廠商阿諾，成功嘅打入國際生產供應鏈，受到富比士雜誌評選做亞洲200家最佳中小企業。到日下。全世界有高達80個筆記型電腦都係用嘅連接器，運用高端嘅科技，鹽灣蛋本台灣連接世界。佢搭片來昆山嘅時陣啊，嗬，佢唔會坐到辦公室，哦，佢會入去行啊，做些嘅去看看啊，佢會看嘅工人用乜嘢做，哦，做好也做唔好。佢喺留下，佢全部會去留一邊，佢就唔會講用大家大家嚟開會啊，佢就唔會咁樣嘅啦，哦，佢就差唔多全部用腳去行嘅啦，啊，用腳去行去看出來嘅啦。速度慢，足夠速度。哦，我們還有外包這個嗎？還有一些。無董事長嘅排場，作為正式會議。無人哋鹽灣蛋確實嘅行中，比起初頭辦公室，佢行較後行到工廠地位，命命嘅困難。管理嘅東西吼，唔係伫處理辦公室啦，哦，你係走動式嘅管理吼，你注意地填充發生嘛事情，然後你咪唔是，一台軍睇人影就埋，係話佢要加事情嚟做嘛。哦，冇講，我冇希望講嘅公司內咧，嗬，講太主管內咧，哦，你睇這個太能貴拍，哦，你係平時做好，你就唔講愛錢財靠嘛，哦，愛從走動式管理啊，哦，和同事嘅管理嗬，我所以更重要。我做主管已經喺佢哋辦公室湊咧，因為唔啲現場你買唔起，哦，唔啲醫療嘅做工人買因，哦，叫乜嘅。咁嗰啲乜嘅艱苦啊，就係乜嘅冇順嘅地方啊，你係做東西咪係一種最容易發嘅問題啦。其實想到哈，就是當初來這邊投資的時候，我記得是大概2002年吧，我們來昆山找土地，
就找厂房的投资，看了苏州，看了昆山，看了附近很多地方。后来来了好多地方，来到这个地方，记得跟当地的政府在见面的时候，我觉得很有趣。政府本来我们看上这块地，政府不卖给我们，总买因为买完以后，你得提哦，我还买不抬起业的啦吼，叫我们得调细的，莫买唔对。啊，本来都有整个喊来唔系动态啊吼，所以我讲，我讲安全对啦，莫应该是二里地铁，莫配不敢买。嘿，省业合约哦，想想看，你看我哋係你係州市政哦，纳税千善命，你看我哋看到個政府講，你當初我本來來，你也會後悔麼？伊講，基本這個會當歹勢，然後你大家一草一木哈，我就拄開來嘅時間可能安排偏題，我哋我們啲用埋西蘭花啊，每啲像因為要安到生產線，吼，就係安到嘅。人工，我們摸上嗰啲東西，只係上農認真做。哦，咁個你10個年來後，一點，提起一棟廠房、2棟廠房，做起來按這個理想吼發揮出來，大家看到嗰條路，吼，嗰兩片嘅綠樹，我知道工廠人個是愛有生發，大家和諧對吧？好，好，好。平常是上班啊，到摸海的嘛，然后你看，人家有冇講，人家車貴遇到貴體的哈，一天也行1萬鋪啊，哦，一天行1萬鋪，啊，平常時工作行摸海啊，摸一段時間就係行自家咁行啊，啊，現係機艙等飛機咪就係行摸咪啲個錯人，哦，然後等行李咪就係行啊，然後工廠你啊開會開好，東岸要。一點點的空檔，要喊人看，叫咩？行15000鋪咧。係啊，講第二行哦，佢上次第二開會開睇出來行，咪很麻煩啦吼，有冇麻煩咧？因為經常嗰啲人工吼，咪當有禮貌，咪當熱情啊，當熱情。佢上次行摸兩鋪是人打招呼，行摸兩鋪是打招呼。好，有上次你來上時間打招呼打斷體啊，你可能沒好笑哈，有麻煩有好笑啊，我有歡喜。土廠區項目幾鋪路，就做得看得到當多勵志的表現。當考國學嘅研發等，同每一個廠區都留自家學到嘅觀念同心得，分享本延期嘅後生人。希望做得發揮天天的影響別人的效果。我们在其他公司很少会看到这所谓的青年守则。那因为大陆也是没有。以前我们的学习可能课本上更多的教育我们可能要什么团结友爱啊，但是没有像青年守则这么的全方位。其实你像青年守则里面会跟我们讲说，孝顺为齐家之本，那助人为快乐之本，永恒为成功之本。其实更多的是教育我们，就是整个为人处事，包括对这个社会，好对自己的工作、对自己的家庭都要负责任。可能这更多的是感染我们人的一生啊。我们厂区里面所设置的那些，不管是我们的楼梯的标语，还是说我们的青年守则啊，或者说是可能董事长在跟我们互动的时候所讲的一些话语，其实他都是在不知不觉当中去告诉我们说，我们不管是待人接物，都应该以什么样的心态去进行。最后他怎么样去把日本航空这么一家公司给拯救起来？他分享他的心路历程的一些感想。那我觉得这本书非常非常好，各位如果有空的话可以去读一读。我想这个台湾很多干部呢，我们也让他去组成了读书会。就像七家發展嘅緊密連接器，研發等七家就成咁知識嘅傳播者，同知識嘅力量分享出去。七家無停進修嘅同時，要鼓勵員工採擇進修。这10年来，我来宏志，确实对我来讲成长学习很多。包括现在我在，前2年，董事长他会跟我靠近说，你现在有瓶颈哦，我发现你现在管理上面有盲点。那我说，对，确实，因为在一个环境待久，我可能很习惯用我的思维去处理人事物，或是看未来问题。他说，那这样子吧，我给你出学费，你去北大 EMBA 学习好了，因为他刚在北大 EMBA。快读完了，他说：“那我帮你写一个推荐信，你去读吧。”
我自己个人的感觉，也是因为宏志跟董事长影响了我们。那本身我自己的学历也很低，那我毕业的时候也只是一个高中文化。那参加了在公司待这么久，那我也觉得自己也要不断的去努力，所以我自己也报了一些自学考试，那也拿到了我们苏州大学的一个社会工作管理的一个学位，所以这个可能是对我自己来说是一个很大的帮助。除喺永年春季，严婉婷要同校看历史同国学嘅书，对严婉婷来讲，老祖宗嘅智慧永远学唔会说。其实送本人咪係佢生活當中嘅一大樂趣。有一天，那个董事长就跑到办公室，他说我提了一首诗送给你。我说你会写诗啊？他说我还不只会写诗，我要用你的名字去造了一首诗。那我就觉得很讶异，我看了以后我就拿起来念了一下，我觉得很感动。这里面呢，这一首诗哈，其实就是我们董事长一直在欺勉我们这些干部哈，他希望我们这样做的。就是说林中百家齐绽放，营门赫克千万点，运筹帷幄心如镜，宏大志远整雄才。在一个厂里面当干部的因为他也不常来，他把整个厂交到我们手上，他们希望说我们能够去把这个厂怎么样经营好，就好像他这里讲的就是说运筹帷幄，就是说很多东西要把计划做好。佢明係好朋友，佢係數學先生，所以佢講因係天吹或者因天上嘅嚇。學雖健全足百方，家人故土心中創，認知犯法了大志，相繼反而是飄香。喺嚴婉婷嘅事蹟當中，因體會到客家人遷徙四方，不過唔會填標題。穩健踏實嘅行，人下每一個腳步，喺全世界追求高效率嘅步調當中，嚴婉婷又係用嘅慢下來，當靈活地運用中華文化當中悠揚嘅太人之土呢。對嚴婉婷來講，難免會有翻曲，不過絕對做唔得打爽。湯就不要。哪里来的？大早日頭長出來，長期嘅人就開始嘅新嘅一年無限嘅工作。我上班了，房間就麻煩你了哈，謝謝。到長期地背已經成發嘅20年嘅鄭少峰，就好也安心嘅生根樂富。對佢來講，也就係佢嘅第二嘅屋企。我是100001做的最久的一個。我來的時候38歲，現在50幾了。之前我兒子在這裡讀娃娃班，現在在廠裡打5年工呢。呢個大姐，我對佢講實在話，我就互動冇當到。因為年我記得我做到幾天法，我佢講佢係馬莎，我就人想，我講你凡是買事情點解叫？我講做買事情講吧，對佢講佢盡力開出去，那同時啲個rank和上達，我講個上達我識，上達本來是在團體裡面。盡量冇希望去發生的事情嘛，所以佢建議我來開除。對我了解原因後，我講有上次法是要注重啦，有時候情沒有一點嘛，因為他剛剛其實當有情的，對他可能情也要注重，了解情況的，情量可能又不會記回我，所以我來佢建議溝通，我講你一定來開除嘛，然後不去做埋處罰，不去留下來做啲夢，我聽回來呢度幹部溝通。對，溝通完咧，佢建議是通知嘛。我講按通知最後是俾留下來嘅。咁講我最歡喜嘅買東西咧，歡喜唔係講我留下一個人你係講你做一個主管你本應係部屬信任。我知道你係對我 end 來講比你這個長期到簽我這個感覺長期到簽做得滿足嘅事情。
尤其係最基層嘅人，佢當佢哋嘅最無助嘅時間，佢哋佢親馬上很幫助佢，裡面係一種信任關係。當年管理公司嚴肅制度規章，不過嚴萬定很較在意嘅，實係人情味。對佢來講，照顧同事就像照顧自家嘅兄弟姊妹，無論食的、喝的、用的，都比員工幹部很較在意。員工們都滿意嗎？基本上都很好。我們現在滿意度怎麼樣？滿意度還不錯，還不錯哈80以上。哦，那不錯哦。啊，越做越像樣啊。嚴萬定懊惱嘅孫先生係傳統嘅頭家，本但佢係嚴萬定嘅司機，對於嘅外行人都一下老傳統管理到暗槍用，其中有一段特別嘅故事。有嗎？我叫再給你多加一個，你要加哪一個？不要嗎？來，給你多加一個雞腿。孫老闆送一個雞腿。再加一個，什麼菜？同樣安啲員工哋抱怨哦，因為英國共同上班嗰啲社會，遇到人16、17歲添嘅，係冇邊一路咪喺度寫啊，因此人會好好照顧佢，所以我對食嘅東西我當注重。前一陣分湯嘅嘅條架是出問題嘅。出問題，因為我理解小孫啊、司機啊，佢聽下研究嘛，佢點解當注重人工嘅呢條東西？佢講當中最本係試看看麼？哦，最應該是講好，我答應你。咁講我有隻條件，佢用乜嘅條件？我講你哦，做呢分湯嘅條架，我做人停數。咁講你做唔得本係人工15項，15項我一天數十米。用當中我能保證我一天5萬，我講好我本機會，今日基本冇錢，講啊當中就食到錢係冇，哦因為冇錢，我講我講有心最重要啦，對我哋公司有食到錢，基本開始做飯堂。你們哪裡人啊？河南的，我老家也河南的。跟我們挨着的。我們挨着，那你老家哪裡的？商丘的你知不知道？商丘我知道啊，你們3個是好朋友嗎？是的，我們3個一條線。哦，一條線啊。你是董事長嗎？你覺得像嗎？是啊。我說你們嚇一跳。啊，老鄉。就是老鄉。董事長太忙了，不會，應該沒有時間坐過來和我們聊天吃飯，是吧？忙的你連洪志的昆山也很少來吧？要多長時間才來一次？以前1個月都來一次啊，以前每個月來一次。每個月。每次尾牙我都會參加。哦，就去年沒來。但去年我去美國了，趕不回來。去年。不然我一定會來，對不對？今年會來嗎？你要待到那個時候嗎？你來就能待到那個。好，打勾勾。騙人是烏龜啊。可以的。你呢？會肯定的。肯定的，來，打勾勾，好好。標下董事長嘅身份，嚴萬定係較像每一個基層員工嘅朋友。員工嘅每一個建議，只愛合理，佢都會深默去改善。就連之前員工對小沙嘅批評，佢咩嚴肅改進。這邊現在都習慣吧？所以下面都沒有床了嘛，哈？對对是的，之前的話都是那種上下的那個鐵床，挺方便的。是的，平時看看書、上網什麼的都方便了很多呢。我覺得可能這個色彩再給它加一點哈。好的。好不好？先去跟總經理講一下。我覺得這個色彩給他們再加一些。然後現在宿舍也都裝了空調了嘛。對，之前的話可能宿舍還都只有風扇，然後現在裝空調。晚上睡覺舒服好多，夏天的時候，是的。這是真的啊。是。很好很好。對。多次我要求嘅同時，嚴萬定未要求所有幹部對基層員工要有同理心，還可以好好對待自家姊妹同胞，同對待人嘅溫暖關懷，實踐到企業文化當中。我從來沒叫過他老闆啊，我都叫他名字，英文名字。因為他人就蠻有親和力的，也沒有什麼老闆架子，
虽然有时候会骂人，但是会念一下啦，也不是算骂人，念一下。但他那表现就是让人感觉没有那个价值。我叫老板的话，我叫不出来。张处长到公司工作9年，因为工作表现当优秀，公司就用佢嘅名义見證救護車，本期同屋企人都知道當公用，一項特殊嘅獎勵作為簽當年。我講做埋為用人工嘅名見證救護車吼，2005年嘅時間，我記得我爸仲喺家有點緊張，所以喺救護車來轉移不開救護車來咧，因為天然救護車一日人，吼，救護車哋天然10人我哋係會對，我是見可能喺救護車，我冇做見得，冇做見得吼，我講我爸禮拜係救出來吼，我聽那個飛機吼建議推救護車。救護日本愛設定到得到你救護車嘅幫助嘛，我未希望我就會幫助你，特別所以該擺去送到醫院，雖然並未通知下出嚟吼，全部應該把佢救出來，哦救出來，等我體驗係真正實現諾言吼，係是讓我把媽嘅命佇家故鄉見證推救護車，就攞煙開始我想啊，公司嘅同事呢，其實當因吼，佢咪當認證吼。當地喺達標，不過因為上次想吼，整件所有東西從一條用金錢來衡量某一天。哦，我講你當認證，其他人未當認證。哦，我講除了平時能夠以為獎勵之外，吼，我講用救護車來用佢嘅名做呢隻車嘅車名，然後不佢嘅名佇萬來因全國各地吼去幫助死嘅幫助人。我講你要讓你嘅愛吼散播到當多嘅地方，然後我哋送嘅救護車走親，你下差唔多牽繩，差唔多經驗就見到佢差唔多有30推。董維之到公司做為10年，20年佢當日嚴肅講為用心做事。董維之救護車也還沒到花蓮市走，隨時準備出通，救援每一條清晰又舒服嘅寶貴生命。那我有親自去花蓮豐鄉去看過，我親眼看到我的名字被繡在救護車上，那給我的感覺是，這個救護車能夠為這位盡到他的服務，那我個人也期許自己能夠花更大的心力，來為弘志盡更大的一份努力。受到嚴萬等做好事嘅感染，當年嘅見證發通，已經成為每一位員工都期盼爭取嘅榮譽。另外，每一位員工限啲嚴萬等嘅另外一個老規矩，特別餐費是幾多點幾多，就連存嘅菜飯沒愛真實。繁華嘅東莞長安，太魯順湖暗嘅地方係有名嘅處所。當到暗夜，嚴萬等唔介意騙人嘅眼光，看等所搞拖嘢行到太魯巷，看到遊民就同船客發本街道，當到事情大家都啲愛做愛樣嘅做，不過還係點點嘅對順巷行過去，乜嘅都冇做。當到事情，嚴萬等講錯嘅事情就去做。我記得我媽有一擺上咗啲音樂，到路上看到一個老人家，一個呢個點天下一個孤人。忽然我媽講：哎呦，咁你問下老人家，按吹過，佢轉移不卡，轉移不卡嘟嘟有吹爆，其實係我那兩隻吹爆一杯食，哦，裝咗盤掉，那一杯食，哦，迄個應該是那一杯，行一台，可能行15分鐘哦。那係唔記，然後個嘟嘟點天下有人啲個看到，叫跟人家看馬山來吐轉移。好，剛才講那時候其實當到物資不是很充裕哈，那就讓人願意讓人家分享哈，所以我說，特別老人家講嘛，分享是福啊。好，每人即個那人都未用睇神氣嘛，好。咁就分享不該到喊那死的原因吼，講該到老人家講可能冬天哈，你當該到因那度那一盒熱熱的飯哈，你知道它底下性感度是一種將心比心啊，你也蠻感覺，一定覺得很窩心的。
暖暖的。给孙子吃好不好？好，给孙子吃哈。哎呀，给娃娃吃哈。做善事无分贫贱富贵，只要有心肯做，每一个人都做得做为到。随时保持一个为别人设想的心，供养的世界善事，都做得本恩过得很快乐。做好事作为千多年的演反灯，托起界心肝肚，係咩咩空定乜嘅感慨，也係遺憾。媽媽佢生已辛苦，嚇做得比較好嘅環境，因為冇法度相處經驗嗬。咁啊，72歲出事情嘛，係啊，我食冇計，佢出事情就我食我菜，係咁啊，當然好，到咗禮拜一天就轉移講我食冇，係。托國際事業項已經企穩腳步嘅演反燈，開始向精密技術研究邁進。雖然當人建議佢托第60粒研發中心，我也心肝肚沙限係記定自家韓式世界嘅民族理念，佢嘅天會轉到台灣中立建設精工中心，完成從細就有嘅富國強兵嘅理想。2010年左右吧，我哋咪看到，我相信下擺台灣一定會10個行業內吼，所以我哋喺台灣有設立一個精工中心，我哋希望講，落下高端嘅，吼，落下高端嘅，下技術下好嘅東西，你哋台灣，我哋咪緊啲愛想，事業不只係存錢嘅地方添吼。而也係嚟實現你自己嘅理想嘅地方，哦，所以我哋喺精工中心，我哋看到安東煙，看到台灣安東煙嘅肢體，哦，曾經我知道一出過啦，吼，我講我特別用咗比喻嘛，吼，我講你下睇自己味道成本，首先曬到睇落來，哦，首先曬到睇落來，啊曬睇以後咧，咁台灣根本日食，哦，根本冇製造點嘅，所以你哋嘅肢體咧是一批一批送過來。如果你啲台間氣就出來，你根本當單轉來咧，認為做埋當單轉來，你台灣嘅工廠在做在台，你台灣嘅工廠在在食，你本來人家專廠是係做製造業，你啲轉來我做乜嘅？你冇舞台嘛？所以我哋咪想到哎樣嘢，我想為咗人工小，所以我哋台灣要設一個精工中心，高端嘅東西做標準業，我咪希望我哋對台籍幹部吼。做兩片做啲輪替，哦，一段時間，你做全部開做要開家人，哦，咪做佢要開子，哦，讓到家庭關係哦做啲延續哦。總係因為工作愛來回兩岸嘅演反燈，故所轉到台灣過後，佢就會盡量批定自家最親愛嘅屋企人，其中嚴太太就係佢最大嘅後盾。剛開始的時候沒有什麼交集啊，對，因為我覺得我那時候當老師，我的生活圈子很單純，然後我總是我印象中的生意人這樣子，然後後來一次兩次感覺到這個人很真誠，我媽媽很喜歡他，因為他對長輩真的很好，也很有長輩緣。第一個他東西不浪費，然後第二個他在適時的時候幫助別人，然後那後來他當然做的比較事業做的比較順利的時候，捐小學啦，或者是救護車啦，等等這些就是看起來好像是一個企業家可以做，可是實際上他生活上面就是在例行這些很小很小的事情，這個是我覺得。我當一個老師，我都會做得有他好，或是做得到。然後樓下弄得蠻那個，還有烤肉的啊，什麼都有。
我忙索时间开始创业了。好，不过应该当生梦机人，其实对我的事业、对我的工作吼，去当支持啊。好，基本我特别出去，我特别我爸妈出来，基本上照顾下爸爸妈妈，其他人基本照顾。生意咧出世咧，其实佢就已經屋企就已經負擔下多，所以喺而家透過鏡頭啊，嚟去生活，曾經嚟生活，好，我講曾經你在家庭吼，講要計先嚟做吼，曾經當重要，所以佢對我工作嘅支持吼，曾經當到。除頭會潛出時間來庇護客人，佢大擺都會轉到也檢房來看看嚟。你特別愛媽嘅見到，好愛媽因為都咪那個呢個東西，其實我哋特別辦房喺香港印象中，衝誰都睇哈，可能辦個10個100個，所以辦房當然表這個東西嘛。我想對人口改福音家哈婦女而言哈，睇下最夢想也是穿上白紗嘛。聽嘅是叫嫁妝嘛吼，對佢一生有重大嘅回憶，所以應該盡量你見到嘅東西要開嘅吼攤市啊，然後係個吼，然後佢個食到鹹嘅吼化妝台叫面窗，你首先叫嫁妝，吼我想啊，喺這個最多，然後你種嘅面窗你還沒親到嘅吼，所以盡量讓佢保持，吼未不一個富人家福音家吼，佢叫做。有對佢來講，佢少年時候美好的回憶的一種紀念哈。那麼，最尾幾年，佢聽講上你20年嘅懂事以後哈，點解佢辦離開妖魔以後，你幾項東西難得做得啲窮人見到出現過，你按應完整的擺放在一起提，可能提100了。誒，點解小學4年級日後，提100，佢都重新組合。那麼同埋。出差貨吼，去菜場裡帶你大經驗時，去聽你大水，我知道，我做得感覺佢做得有一種歡喜嘅感覺啦。係，你當面窗，你當面窗出世，有陣時你看佢基本啲水木啊，人家來強下大師，可能有陣時個看佢吼，佢做得啱唔做嘛，看有陣時水木嘅。有時候天氣會冷咧，開冷氣，就係講啱曬開冷氣，好老人家生嘛。其實不管有咩，其實一天都我知道，子欲養而親不在哈，那種他就講以前有父母牽出哈，那種係動態福氣，希望他就講有父母健在之間哈，一天好對他嘅係。媽媽佢生意辛苦。吼，做得比較好嘅環境，就冇法度相處經驗吼。咁啊，70歲出事情嘛，係啊，我食某家去出事情，然後食我出，係咁啊，當然好，到咗禮拜一天就轉去講我食某，係我食某90人這樣做，係啊，所以我未想我媽人過做對事到90人歲，佢先可以傾嘅，冇法度。嚴văn等老對阿妹嘅思念，都看到也細細嘅檢房度，頭擺嘅情感記憶，還係名喺度。來也對阿妹嘅無情觀念，可能還係做得透過也都留下來嘅東西，本土天堂嘅阿妹談到。阿妹過身1000多年過後，嚴văn等也出希望做得用阿妹嘅名嘅設立獎學金。發揚客家婦人家嘅精神同美德，就喺一個當特別嘅機會當中，佢協助推動嘅一個很加有意義嘅活動。中央大學院長江明修哈，叫我們按嚟做一個全球的客家婦女的研究哈，叫我按做的麼？佢講愛美一好為嘅哈，所以我哋應該是捐一筆錢，哈，去中央大學客家學院。哦，不可以走全球客家婦女哈，那種客家婦女的美德動鬥哈，希望做客家婦女的美德的研究和傳承。好，那黑白音走進地講客家婦女很樣板的一則故事。好，各位都可能很年輕啊，你回去問你的父親，或者問你的大哥哥大姐姐們，你看看在20年前，台灣所有的重大投資，你可以看到王永慶先生一投資幾千億。某某先生投資哪一個案子有幾千億、幾百億，對不對？
但是你现在有看到我们现在的社会的氛围有告诉你们，我们有投资那么多吗？他说我国中老为到教育下一推，严稳定要同太福地杯设立共同，并指定来自社会除了拥抱社会嘅企业家精神，无天气嘅邀请大使、人家都好教演讲，其他为母教嘅学生嘅打开热山智慧之窗，为台湾社会贡献自己力量。严稳定每一年都会同解表露台向海头台湾徒步旅行，用自己木竹同标满嘅脚步，实实在在嘅行过台湾嘅街头乡镇。昨天，去年第一次走花莲到台东啊，花莲走200多公里，今年走台东到屏东，那我们去年是走台11线。我觉得其实你用脚去亲近你的土地哈，对我觉得那种感觉是很真实的。好，你当然开车是环岛也是啊哈，但是我觉得那是2种情境。环岛就是很匆匆的，就跟现代社会一样嘛，匆匆咻就过嘛。那如果用走路的话，我觉得有点像去博物馆，你可以细心的品味人生的很多的风景。跟着家伙去那个花莲、台东、屏东走路的时候，一路捡垃圾，一路捡，奇怪，他会把整个流弄得很不顺畅。捡垃圾，然后去处理小动物的尸体，我搞不懂他在想什么。其实我当希望哈，咱个社会哦，他这个不好认为哈，你这个放片，那你这个持有是让人家垃圾乱挑啊。你想看，日本一挑一只人下边因此都冇乜嘅，按用做唔得平常嘢差当那专业垃圾桶挑，你挑到你打当中因而为因来亲手哈。像这当的清洁人员，你可能冒着生命的危险，你都会发生埋事情。你是为了你这个方便，你是安走的么？我走安尼社会哈，他这个每个人都要付出一点点，去好好这个维护这个环境啊哈。我们上次讲那个航班好，那种希望啊，这个变做一个嘛环境这个守护的小尖兵啊哈。我希望 N 的社会哦，真的台湾可以的，不管乡间还是城市，到处看起来都没有垃圾，跟人心一样的美。一鋪一腳印嘅山盟大兵，本期打開國際貿易嘅市場大門，要為台灣留下寶貴嘅技術資產。佢係城里人，咪係行山家，立太子做大事，用細細嘅連接器連接全球市場，本聲音萬乃飄香。